大家呐，今日甲恁介紹這款鋼塑嘅武器，老我知道麼是一根，你知啊，十八甲高溫打起定，伊個對半有細片、中片、大片甲老片，隨恁去選到哈。來，你我知道麼是個中片噶哈，我邊差不多甲這兩傳好噶，我加出來可能睇哈。來，恁當有食武器就會知啊吼，伊只差不多啊吼。迄對軟地就用幾個，比你去考本個背就是偏難學做噶，你睇睇迄個武器就影你睇咯，差唔多傳影，全部淨是五粒結開線噶，即係你睇咯，全部淨是五粒，嗱五即係會整影噶咯，你並且傳學噶，伊只個打過切噶即係吼，全部淨是主線噶嚇，你睇咯，直條即係，你只看冇吼無風流噶，恁放心做恁袂去食噶安那，你睇只幾個吼。來沖水興水來，這或者是來熬湯來，這更非常好。伊這個口感就是清淡回甘，非常較好食個安那。你就這個質量你睇咯，即係質量啊吼，你這種個口感個，袂把這個價錢個，即係我這款物是較當好個，29個到店，平時來做你這種就這種物佢口感個袂啊吼，這一根啊吼。第40正湯啊，你來這個背，質量又好，價格又便宜。來你放在迄度，會向你小高潮多啲，吼就撈落來，多啲包，你就能拖冷凍啦。